呢個係五代嘅園林嚟嘅，佢呢個文物嚟嘅，又填咗佢又唔得，毀咗佢又唔得。給你講個小故事。中國保存最早的皇家園林。九曜園呢，就喺而家嘅西湖路南方戲院旁邊，又叫做藥洲，係五代時候嘅皇家園林嚟嘅。唐滅咗之後呢，形成咗10個國家，五代10國啊嘛，就傳咗5代啊嘛嚇。其中呢，廣州亦都有一個小朝廷，就叫做南漢。呢個九曜園呢，就係南漢國嘅御花園。而家呢，留翻呢當時建園嗰陣時嗰啲石，所以又叫做九曜石，而且仲有一潭水。我相信啊，呢個係喺中國嚟講啊，未曾淹沒過嘅最早嘅一個園林嚟噶啦，所以係一個價值係好高嘅。呢個園林雖然佢好細，廣州有一個西湖好大噶嘛，成個湖咧慢慢已經係冇咗啦，剩翻一潭水。喺90年代嘅時候，佢南方戲院咧就寫咗個報告過嚟，就反映咧觀眾啊對九曜園咧好有意見。九曜園咧當時係作為南方戲院咧觀眾休息嘅地方。當時因為廣州開始改革開放，90年代建設啊，啲人口啊都增多啊，西湖啊當時有好多啲噴泉啊，有啲湧呢啲泉水出嚟嘅。但係而家湧出嚟嗰啲水全部係臭水嚟嘅，啲觀眾冇辦法接受得到，因為佢呢個文物嚟嘅，又填咗佢又唔得，毀咗佢又唔得。經過專家嘅討論之後咧，就認為九曜園咧，因為而家已經經過成1000年啦5代到而家成1000年啦，但係而家四周圍個地面咧已經升高咗啦，呢度咧變成咗最低嘅地方，所以嗰啲積水啊全部係流向呢度。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只能夠升高個湖面將個湖底咧硬化，即係攞水嚟封住佢啊，唔好俾啲臭水湧上嚟啊！但係咧呢個問題咧，呢啲石咧好矜貴，吊起晒啲石之後先能夠封住個底啊嘛。升起呢啲石咧就真係唔容易，而且呢啲石咧有好多歷代嘅嗰啲名人啊，包括米芾啊嗰啲上邊咧有字啊，有啲詩詞啊，保留住好多歷代嘅碑嘅。所以呢啲係好珍貴嘅文物嚟嘅。喺岸上配套翻一啲建築、一啲園林嘅設施都要配套噶嘛。咁用邊種形式咧？當時呢個方案咧，佢係參照清代13行啲富商園林風格嚟整嘅。好多專家都認為佢唔錯，但係亦有好多專家認為咧，呢個係5代嘅園林嚟喎，將佢一變成一個清代嘅私家園林，真係佢嘅價值咧就低咗係嘛？點解唔按翻5代嘅風格嚟整咧？所以咧就提出好多疑問嚇。當時文物處長咧同埋好多專家都認為應該用5代嘅風格先至得。因為我係負責九曜園維修呢個工程啊嘛，我就同埋一個園林局嘅設計嘅，去山西嗰邊考察5代嘅建築同埋唐代嘅建築，因為咧5代基本上都沿用唐代風格嘅，嗰啲配套嗰啲比如啲地板旁邊啲裝飾嗰啲咧，就係我去配套嘅，因為我可以揾到好多考古嗰啲出土嘅嗰啲地磚同埋當時風格嘅嗰啲裝飾設計啊嘛。喺歷代嚟嶺南嗰啲文人都一定要嚟呢度睇下嘅。喺啲石上咧就留翻一啲墨跡但係而家都保護得唔係幾好，風吹雨淋已經風化得比較嚴重嘅嗰嚿石。九曜園裏邊咧，仲有一個叫做灰星踢斗嘅，都好多人都好中意呢塊碑嘅，即係寓意咧可以科舉中舉一段小故事，一個大時代。